Hello，大家好，早晨，我係阿 Pat 啊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我嘅營養早餐。首先準備400毫升嘅 eSpring 淨水，然後係營養代餐 Body Key， 今日食嘅係草莓口味，然後係全植物蛋白素、膳食纖維、益生菌、綜合營養 Double X、魚油 Omega 3，然後將佢搖均勻。Cheers！嚟都同我一齊食營養早餐啦！